昌江柏圖雅苑而家單價25,000蚊一方，你衝唔衝？呢間單價25,000蚊嘅屋究竟係點樣樣呢？佢竟然係一間複式單位，有樓梯可以上2樓之餘，佢仲要帶一個室內嘅電梯，業主已經幫你裝好晒㗎啦。單我哋呢個客廳嘅面積呢，已經有成50個方，相當之大氣嘅，94方一層，呢邊南向嘅，望翻出去嘅視野非常之開闊。日後嘅呢塊地嘅話呢，係南泰嘅一個地塊嚟嘅，以後望翻出去景觀啊，非常之讚㗎。咁餐廳嘅位置呢，你中意放呢度又得，你中意放呢度亦都得，空間感非常之闊落。一樓部分呢，亦都有一個長者套房，衛生間呢就喺呢一度嘅。出嚟呢，仲會有一個衣帽間或者叫做一個書房嘅位置啦。裏邊呢，仲有一個3邊落床位嘅一個休息區。你睇下，全屋嘅呢啲衣櫃咧，全部做好晒㗎啦。咁你唔中意嘅情況下咧，講真係可以拆嘅。咁但係咧，業主當時候嘅一個裝修保養咧，做得非常之好啦。7字灶台嚟嘅，咁啊廚房空間咧，亦都係 very good 㗎啦。上到嚟2樓啦，94方一層，2樓咧都係入正嘅，成間入正面積咧去到188方。呢度咧就係2樓部分嘅一個真正嘅一個主人套房啦，依然都係3邊落床位，再加一個巨型衣帽間，以及一個超大嘅一個衛生間。咁同樣啦，呢一層咧，其實一共係有4間房嘅，其中咧仲會有一個賓賓房嘅。但係佢房間嘅面積咧，其實一啲都唔差嘅。你可以感受到啦，飄台呢啲基礎嘢嘅話咧，都係有嘅。咁如果你追求實用嚟講咧，我覺得呢啲屋絕對唔會話差過新規嗰啲。你睇下啲空間受率非常之大嘅。呢間咧當然就係公主房啦，係咪？咁如果有賓賓嘅情況下咧，依邊呢間房就好合適你噶啦，俾賓賓喺度休息，係嘛？咁同樣啦，如果你冇賓賓咧，放雜物都係一流嘅。咁點圍到單價25,000咧？就係佢除咗入正面積188方之後咧，佢仲有一個90幾方嘅一個空中露台位置嘅。以前業主咧就喺度玩下依石噶啦，一刀窮就一刀富，你估下佢依家富貴未？嗱，露台位置咧就非常之闊落嘅，你感受到啦，成個艇都係業主後期額外做出嚟嘅，隔離屋咧係冇㗎嚇。咁如果係我嘅情況下咧，喺度裝翻個空調，夜晚係 BBQ， 準備8月15㗎啦。如果你哋有咁嘅閒情逸致嘅話咧，不妨過嚟參觀下呢間屋，合唔合你嘅口味？講緊總價700萬，送少少，有興趣嘅關注我團，帶你過嚟睇。